所以開始變得孤單，完美的以為已腳精美好慘，喺拍錯這道 checklist 入面過，唔再係溫暖，係度兩陷。然後力這麼大眼，熱瞳孔係絕對正確過聯網。So what's my long？ 我嘅靈魂係綠野律動，群論後退。So 我城市做人係鋼鐵，尖叫係低劣低重。射線掃過，冇熱度，只負責分支級階級。人類係詐照，喺焚化爐門口仲做緊文明玩偶。恨這一住位到集到喺敵對圈套，化為窒笑動應人類空間開始結紮，上訴票與引力背叛壞鬼至近行程覺得唔使講，人類頻率令律心都出唔到去。無敵太陽面笑而唔照耀，純正而唔慈悲。太陽石入面誕生，手中握住終結技門短劍。So invictus 在任由影當擔盡係宇宙底層看delete，當雜訊消失，群星至開始真正合唱。人類係多宇宙定係最後一毫秒，睇清呢種壯麗。別啦飛動太陽之鏡刺入時空嘅盡頭，流出嚟唔係血係重新格式化因果鏈。關於人類歷史基因最熱同虛假文明，喺因果史子記入面化作一片虛無，白數有任用斷裂。人類從未存在，檔案已被徹底復刻。草木係廢墟呼吸體變神仙崩腳，睇了路過空檔嘅奧澤動物係統合法則，見唯獨人類被亂浸。呢個唔係懲罰，係物理性歸位。呢個唔係末日，係宇宙派分野。無敵太陽燃燒而唔照耀，純正而唔慈悲。太陽石入面誕生，手中握住終結技唔斷劍。So invictus 將人類呢啲問題喺宇宙底層看delete，當雜訊消失，群星至開始真正合唱。人類係多宇宙便喺最後一毫秒，睇清呢種壯麗。微粒降臨係疾控後日，係物種滅絕，唔再有繁衍，唔再有預知，唔再有混亂性宇宙海日落完美整體，喺正直旋轉人類萬劫不復。